再來看最近當天阿魯米的計數是一直會起，新台票閣變薄，所以有一寡家電用品的成本是愈來愈懸。有業者就表示講，無起價無法度咯。按算講10月開始，空調、冰箱閣有洗衫機哦等產品會起5%到10%。桃園電器展覽開幕，未少民眾會趁活動找較俗的好康的，只是受到當天等原料起價，加上7月台票慢慢變大的影響，嘛互家電業者用要擋袂牢，宣布10月起要調整家電的價數，起5%到10%。能不漲當然是不要漲比較好啊。可是它如果說真的要漲的話，真的也是沒辦法啦，因為你看那個冷氣還不是一定要吹，有點高。就覺得現在生活都覺得很辛苦了，對啊，電費也漲。家電業者表示，這波家電起價的品項以冰箱、冷氣甲洗衫機為主，因為單價已經起59%，里價起24%，石油起11%，加上台票一直變大，進口成本懸，家電業者建議10月開始起5%到10%。空調跟冰箱，他們其實用到所謂的銅鋁是用的比例是相對是最高。預計整個市場的漲幅應該都會達到10%左右。我們預計會在9月，冰箱跟洗衣機比較中低價格的部分會有大概2到3%的一個微調。應該在10月1號就會有做調漲的動作。那因為大家其實都承受不了。那加上台幣的貶值，這個對我們壓力確實很大。對家電業者來講，除了生產家電的原物料起價，閣面對新台票變大的上漲壓力。以這禮拜新台票對美金走勢來看，有起嘛有落。新台票大部分是佇個32.3塊到32.4塊起落落。31新台票開盤32.41塊。起4.4仙，升息時間不一定，但是在往升息路上走。美元的力道還是比較強一點。前陣子外資賣超多，這些都是推動了台幣偏弱的主因。專家分析，若台股會當來到6月強勢反彈的局面，預計讓帶動新台票轉強。若台股繼續軟勢，新台票可能會佇32到32.6塊這項在起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